大家好啊！我係成日畫 Pokemon 同埋之前擺嗰段情緒不穩片上 Facebook Reel 同埋 YouTube 嗰個。自從呢件事發生之後呢，即係有好多人呢，即係可能認得自己啦。即係我搭交通工具，例如火車、小巴、巴士呢，啲乘客一上車見到我個反應呢，有啲呢反應好大。譬如我坐喺某個位呢，見到我呢就即刻行翻轉頭上樓上嗰層。如果搭巴士，啲乘客見到自己，咁我要講清楚自己其實思維清晰，即係唔會對人有任何攻擊性，即係其實係有必要解釋嘅。咁因為啲人即係睇到啲人見到自己個反應呢，係真係十分之唔好咯，唔係非常之驚，就係非常之唔中意。咁我之前擺片上 Facebook 同 YouTube 嗰段片呢，因為我個舊 YouTube account 即係跟嗰個 Gmail 呢，個 Gmail 我唔記得咗嗰個8位數字嗰個安全碼，所以我 login 唔到舊 YouTube account。因為其實自己都仲要繼續生活，返啲簡單嘅工做嘅，即係如果每一日返工，即係面對啲乘客有啲唔友善嘅對待，自己會即係好辛苦嘅。其實我自己呢，知道自己做緊乜，控制到自己任何時間嘅，即係唔好話當我係嗰啲即係拎住啲咩武器，然後周圍對人構成生命上威脅咁嘅眼光對待自己，即係自己都想得到公平嘅對待，即係唔係話要求要人哋對自己好，只不過係公平嘅對待。我擺呢段片上 YouTube 呢，我預咗呢好多人就 unfriend，即係取消 subscribe 㗎啦。咁但係都搏一次啦，橫掂而家嗰個可以話毫無面目咁做人。即係每次返工搭嗰啲交通工具，其實面對嗰啲乘客嗰啲奇異眼光呢，係仲辛苦過返工。返工雖然呢都係攰，但係呢，即係同埋有啲時間輪住即係量度即係啲乘客嗰啲溫度啦。咁呢份工自己暫時應付到啊。即係總之其實係搭交通工具或者行返去屋企，又或者行去港鐵站之前嗰條路，即係譬如遇到啲乘客啊，見到自己個反應同態度好差咧，自己即係個心好難受。即係希望大家唔好再用歧視嘅眼光對待自己，多謝。